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 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情人節就嚟到啦，有情人嘅你當然係 sweet 啦。單身嘅你會唔會諗你嘅真命天子幾時同埋喺邊度出現呢？呢啲問題其實唔少塔羅占卜嘅客人都會想問㗎喎。大家如果記得我之前有條片叫做命運是否注定，講過塔羅占卜如果預測最多只係半年嘅，鼓勵大家了解同埋改善自己，從而改變未來喎。首先，大家對真命天子有乜嘢定義先？有啲人就話可以結婚嘅對象咯。而家離婚率咁高，咁結婚又會離婚喎，咁又係咪真命天子呢？大家會話梗係唔係啦。咁真命天子嘅定義應該係陪你走到生命終結嘅嗰一個。咁大家諗下喎，現代人壽命都比較長，一般可以去到80幾歲以上㗎。如果你而家係20幾、30幾，甚至乎40歲左右啦，咁塔羅占卜係咪可以預測到幾十年後嘅事情呢？大家如果有睇過我前一堂影片嘅話，應該會記得塔羅牌屬於卜卦類嘅工具啦，可以預測短期嘅運勢，所以塔羅喺本質上係唔適合用嚟睇真命天子㗎。如果客人真係要確認對象係唔係真命天子嘅話呢，應該係用命理嘅方式，例如八字、紫微、西洋占星、合盤等等嘅。塔羅係可以睇現有對象對你嘅感覺，或者你對佢嘅感覺想法啦，你哋之間嘅互動溝通啦、關係等等嘅。今堂講到呢度先，記得追蹤 Manny， 下堂見。